最近 HIBOR 跌至2年半新低，呢個數字點樣影響工商鋪投資者嘅荷包？等我哋用1分鐘講清楚。HIBOR 係香港銀行同業嘅借貸利率，每日上晝11點由20間銀行提交報價，剔除極端值之後計算出平均值。呢個數字直接影響選擇 H 按嘅業主。當 HIBOR 下跌，你嘅按揭利率就會跟住降低。假設你嘅按揭貸款額係540萬，貸款年期30年，當 HIBOR 從3%降到2%，每月供款就能夠減少大約12%。HIBOR 下跌，正正係業主減輕負擔嘅好時機。3大影響關鍵：第一，美國利率政策，美國聯準會嘅升降息決策會直接影響香港利率水平。2、香港市場資金流動、外資進出變化等。3、銀行對經濟前景預期、放貸意願既強弱。低息環境適合揀 H 按節省成本。如果擔心利率反彈，可以考慮轉換部分貸款到定息按揭。目前財政司長預測利率會維持低位，但係長期投資者依然要做好風險管理。想要全面了解 HIBOR 點樣運作、其驅動因素同埋專業嘅投資技巧，歡迎點擊下方鏈接閱讀完整分析。正考慮工商鋪投資嘅朋友，記得訂閱追蹤美聯工商鋪，接收更多嘅市場資訊。